點解有啲人飲完一杯咖啡唔夠，仲要飲第二杯、第三杯都係咁攰嘅？就算你每日健康地咁樣飲用咖啡因上限300至400毫克，你都可能未拎到咖啡因所帶來嘅最大益處嘅。到頭來越飲越多，飲極都提唔起勁。今日嘅 topic 係咖啡因循環。如果冇聽過嘅朋友仔，今集你就要多加留意啦。如果你唔知道咖啡因嘅來龍去脈，你每日飲咖啡就好似吸毒咁，你上咗癮啊！其實咖啡可以令到我哋精神提高專注力，主要原因係佢可以阻斷一種稱為腺苷嘅神經傳導物質。透過阻斷腺苷，咖啡因可以阻止呢一種嘅神經傳導物質引來嘅眼瞓，過程中刺激腎上腺素嘅釋放。呢一種嘅腎上腺素激增會令到你獲得咖啡因帶來嘅快感。然而，如果你每日都攝取咖啡因你就會導致耐受性，所謂嘅 caffeine tolerance。意味住隨着時間嘅推移，相同數量嘅咖啡因嘅效果就會減弱，飲極都唔會再有效果，除非劑量幾何級咁上升。所以咖啡因循環喺呢一個 moment 就起咗作用啦。咖啡因循環最直接嘅好處之一就係恢復咖啡因嘅敏感度。當你停止攝取咖啡因嘅時候你體內嘅腺苷受體就會重置，從而降低你嘅耐受性。因此，當你重新攝取咖啡因嘅時候你會感受到更明顯嘅效果。到底咖啡因循環係點樣做呢？個個都有唔同嘅文獻去研究咖啡因循環，從8日起去到2個月都有各種嘅說法，但係大致上認為1個星期甚至乎幾日足以恢復咖啡因嘅敏感度。但係等等先，唔好急住。咖啡因循環，如果你一開始就減到0嘅，係會出現脫癮嘅症狀，例如頭痛、容易敏感、難以集中精神。我自己都親身測試過，突然間停晒所有咖啡因喺工作上面真係難以集中，同埋會心不在焉。所以當你開始咖啡因循環嘅時候盡可能逐少降低。例如我平時操練前會飲能量飲品，例如 Monster， 我就會停1個星期，轉做比較低咖啡因嘅即沖咖啡或者綠茶代替，然後再過多1個星期先至完全斷絕咖啡因。每個人要 reset 大腦對咖啡因嘅敏感度大有不同，畢竟我哋每個人代謝咖啡因嘅速度同埋能力都不同，呢個取決於基因。所以你哋可以先從1星期着手，然後去到第2個星期再審視自己嘅精神狀態如何，再決定是否繼續第2個星期嘅 cycle。如果你都有飲咖啡嘅習慣，不妨留言分享下你每日飲幾多杯咖啡啊！